港股亦都係處於呢啲因素底下挨打啦，咁啊跌穿咗10天、20天同埋50天吓，尋日一下子跌500點嘅時候，咁啊另邊廂咧亦都關注翻呢一個房產價格啦。嗱，香港呢邊呢，咁啊尋日新城財經台啦，咁啊同埋呢個港交所啊、匯豐啊同埋呢個信報咧就搞咗個香港經濟峰會2012啦，咁啊邀請咗我哋嘅行政長官特首啊曾蔭權呢裏邊就致辭，咁啊其中佢提到咧樓市嘅因素咧就講翻啊呢一個會繼續港府咧係會打擊翻短期炒賣嘅炒風，咁啊令到咧就短期投機者咧都唔可以喺咁易做到呢啲投機嘅活動，咁啊控制翻個樓價。咁啊而內地咧亦都見到社科院咧出咗一個房產嘅綠皮書，咁啊出年嘅樓市都係會堅持從調控咧就不動搖，咁啊究竟係點？冇錯。係啊，咁啊裏邊呢亦都係提到咗呢，就係對於呢個房地產嘅調控呢堅決係不動搖嘅吓。咁啊並且呢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呢，央行亦都曾經呢就發佈一份嘅報告啊，咁啊令好多炒樓嘅朋友憂心忡忡嘅。央行呢份報告裏邊呢，直接明了就寫出就係樓價拐點初現端倪啊，咁啊令到好多人擔心啊，哇連央行呢都喺度警示銀行啊，唔能夠再俾錢呢立呢個嘅房地產嘅市場啊，咁到底邊一個呢仲可以嚟接貨啊？咁所以呢，今個禮拜以嚟嘅話呢，見到兩地指數呢都係出現咗呢進一步嘅下探嘅。咁啊上個禮拜呢，先行呢見到係深圳成分指數呢創出萬點以下嘅新低啦，年內新低啦。咁啊今個禮拜呢輪到呢滬中指啦吓，咁啊創出呢2307點以嚟嘅新低嘅，最低呢落過去呢2302點啊。上個禮拜呢，我哋可能喺節目裏邊呢都提比較多呢，就係呢個製造業嘅採購經理人指數啊 PMI 呢個數字啊出現咗下降啦吓。咁但係咧，今個禮拜咧，可能係見到咧更加多咧，大家關心就係呢一個嘅 CPI 同埋 PPI 啦。咁啊，琴日咧先係新鮮滾熱辣出爐嘅，比市場嘅預期咧還要低好多吓。咁啊，11月份咧本來預期咧就話 CPI 咧呢個消費物價咧可能就係低於5%啦。咁亦都有唔少嘅主流嘅機構咧就預測咧係4.5左右啦吓。咁啊都算係低啲噶啦。咁因為係舊年嘅呢個同期嘅水平咧都高咗好多。咁所以咧相對嚟睇嘅話，呢個同比增速咧理應係降低嘅。咁啊，而且咧食品價格、糧食價格啦，呢啲咁嘅佔大頭嘅呢個比重嘅權重嘅呢啲因素咧，都已經係有價格回落，從高位回落嘅勢頭啊。咁所以市場嘅預期咧係4.4、4.5左右。咁但係點解出嚟咧係4.2%啫吓？咁啊大出所望。咁另外一點咧更加值得留意嘅，咁同埋對我哋更加有指引作用嘅就係呢一個嘅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啊。PPI 啊，咁啊得2.7%啫，遠遠低過市場預期嘅3.2%啊，而且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近呢幾個月以嚟嘅 PPI 嘅回落嘅速度呢係明顯快過 CPI 嘅。嗱，雖然講呢，我哋呢會更加慣用呢個消費物價指數啊 CPI 嚟衡量呢國內嘅通脹水平。咁但係要知道吓，咁啊喺全球嘅產業鏈裏邊呢，消費鏈嘅終端呢就喺歐美嘅。咁啊而消費即係呢個產業鏈嘅上游呢。其實咧製造業大國咧都係喺亞洲嘅吓，東亞地區嘅。咁所以咧對於中國嚟講咧，睇 PMI 或者係 PPI 咧，可能啊更加能夠反映到呢個通脹嘅數字，同埋咧經濟晴雨表嘅呢個領先作用啊。咁所以咧見到 PPI 可能就對於中國嘅呢個經濟製造業經濟咧會更加適用吓。咁啊但係咧已經係見到 PPI 呢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咧係連續4個月以嚟咧就不斷嘅加速下滑，遠遠係超過咗 CPI 嘅降速啊！咁啊令到好多擔心啦，開始認為中國其實咧就唔係話通脹噶啦，已經咧可能會進入一個通縮階段。咁所以央行發佈呢一個樓價拐點初現端倪咧，真係都唔係一件危言聳聽嘅事啊！咁啊點解通脹降咗落嚟啦？比預期仲要降得低，本來好事啊，因為會放鬆銀根。點解仲係個市咧咁唔俾面，仲係向下跌咧？好大程度咧都係呢個原因吓。咁啊星期一咧喺今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因為央行發表咗呢一份嘅樓價報告，樓價拐點初現端倪，咁啊所以咧令到市場咧就出現明顯嘅下挫啊，創一個半月以嚟嘅收市新低。咁當其時咧都未創新低嘅，咁去到禮拜二咧就延續下跌態勢啦，咁啊連續咧係第3日嘅下跌啦，咁啊繼續創新低啦。咁啊大家對呢個即將會公布嘅經濟數字咧，亦都係有擔心啊，擔心經濟嘅情況咧究竟會係點啊？咁啊但係咧就好彩，咁啊有
呢一個嘅銀行嘅11月底嘅新增信貸嘅數字呢，就欲揭盅啊！咁啊，因為呢四大行呢喺11月份最後尾3日呢，就突然間井噴放貸喎，唔知係咪受到一啲嘅指引啦？咁啊，所以呢，就見到有預期呢，就話喺11月份呢，全月嘅新增信貸呢，就可能會同10月份差唔多嘅，唔會萎縮啊！咁啊，由5500億到6000億嘅水平。咁呢個消息呢，緩解咗呢，就舒緩咗市場呢對於經濟下滑嘅擔心。經濟下滑都好呢，咁起碼呢信貸會放鬆啲，起碼對市場呢係件好事啊！咁而去到禮拜3呢，就輕微呢有少少嘅反彈，因為大家呢都憧憬住呢個存款準備金率呢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吓，因為呢連央行嘅外匯佔款月度嘅餘額呢亦都出現咗近8年以嚟嘅首度下降啊！外資就流出噶啦，咁但係唔緊要，我哋銀行存款呢就20幾萬億嘅人民幣。